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宜兰的罗东一间国校啊，伫昨下晡传出有18学生囡仔排腹肚，搁流搁吐，因的胃肠是真无爽快，尾也有10个学生去病院。宜兰县的卫生局表示，应该毋是食物件造成的，较亲像是接触性的小微的菌株感染。如果是吃东西的话，那并没有看到班级也有大规模的感染，没有，这并没有。倒反而是跨年级、跨班级的，班上都是相对少数的个案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不太像是共同食物引起的，但是他们是属于2个社团，在社团里面并没有共同的饮食，所以比较像是接触的传染。因为身体无爽快，这学生囡仔虽然是同一间学校，也毋过分布伫8个班，所以初步是排除应该毋是食物的问题。这18学生囡仔身体无爽快，学生因捌参加学校内底2个社团，也若这2天的下晡，因拢有伫社团内底同齐活动，也毋过无同齐食物件。宜兰县的卫生局已经提检体去化验，嘛开始做疫情调查，要找出原因。